最特別，我最在乎嘅。好耐冇見，大家好嗎？多謝大家由一開始就好靜心咁樣去陪伴我哋成個演唱會，冇任何嘅説話，但係我哋將想講嘅係音樂，係形象，係舞蹈，有好多好多嘅真心真意喺入邊，有好多嘅回憶。唔知道大家喺剛剛嘅1個幾鐘頭入邊，有冇揾到一啲你自己嘅回響？有冇揾到一啲曾經自己嘅一啲片段、一啲嘅回憶？千言萬語，我唔知道從邊度開始講起，所以其實音樂係最好表達自己嘅一個方式。我亦都其實咧喺上呢度係好多謝我哋剛剛演出過嘅每一首歌嘅作曲家、填詞家。呢啲嘅音樂喺我自己嘅成長，喺我自己嘅歌唱入面係非常非常之重要。如果冇咗呢啲作曲家、填詞家、編曲家，或者係應該咁樣講，呢一個迴響，呢一場香港嘅迴響，係我好希望送俾香港樂壇嘅每一位參與嘅工作人員，唔係淨係我哋聽到嘅作曲、填詞，而係我哋當時嘅香港嘅一個成個音樂圈子一個運作嘅每一位幕後台前嘅每一位工作人員。當時我哋冇任何嘅網絡世界，我哋每一樣嘢都係要好真係一個好大嘅團隊，好多嘅唔同嘅一層加一層嘅好多工作人員嘅努力。所以我好想將今晚香港場嘅演唱會向佢哋致敬，希望我哋香港樂壇可以繼續努力。如果冇咗當時嘅自己，就會有今日嘅我，所以我永遠都會記住，永遠都會感恩。當日一齊工作過嘅，一齊努力過嘅每一位朋友，多謝佢哋。咁當然啦，而家就唔多謝大家嚟到現場，多謝你哋今晚嚟到。唔知道你哋有乜嘢點樣嘅一個心理準備，係想聽到一個點樣嘅演唱會，但係我都好感激大家陪住我一齊去度過呢一個晚上，多謝你哋。呢邊跑你哋好嗎？呢邊跑你哋好？跟住落嚟咧，想送俾大家嘅呢一首歌咧，我覺得喺啱啱